呢度係只拍筍盤嘅頻道，講在灣區。大家好，我係 Max。最近好多人同我講，三鄉嘅樓盤冇熱度、冇流動性，買咗就得個放字，千祈唔好搞三鄉嘅樓盤。但係今日呢，我就想同大家講一件非常反邏輯嘅事實：喺珠海中山片區，適合港澳養老、珠海度假、低預算自住，而且長期攞得穩嘅樓盤，其實並唔多。華發觀山水呢，就係其中最被嚴重低估，甚至最特別嘅嗰一類。好多人搞唔明一個三鄉嘅樓盤，唔係坦洲，唔係珠海，點解可以常年霸佔港澳客成交榜嘅前列？點解背靠五桂山，採用天然湖，生態做到極致，但係價錢只係珠海嘅1/5，坦洲嘅1/2？點解有人話佢偏？點解又有幾千戶嘅港澳家庭、珠海家庭一直住喺度，越住越香？今日就用一條視頻同大家講清楚華發觀山水點解可以喺三鄉成為一個現象級嘅大盤。華發觀山水唔係一個普通嘅樓盤，係真正嘅700畝湖山大城。最大嘅優勢就係生態資源不可複製，背靠五桂山山脈，採用1.3萬平方嘅天然湖泊，仲有彩虹攀山徑、環湖步道呢啲山湖林三位一體嘅生態，喺珠海中山片區極其稀少。華發作為珠海龍頭企業，將錢抌喺生態打造上，唔係人工造景，係原生自然。呢啲就係細盤細開發商根本做唔到嘅。好多人買房咧，只係睇生態而唔睇生活配套，呢個係最大嘅誤區。華發觀山水唔係一個純粹嘅度假盤，而係兼顧咗自住同埋度假嘅雙重屬性。配建1.2萬平方嘅社區商業街，華萬家新鮮店、書吧全部入住，近4000平方嘅配套幼兒園已經建成，仲有3500平方嘅多功能會所、健身房、泳池、兒童室一應俱全。落樓就可以解決生活需求，唔係嗰種只有景冇生活嘅空城盤。樓市限期精準嘅客群加穩定嘅流動性呢，就係安全性。華發觀山水嘅核心客群呢，係港澳養老、珠海度假、低預算剛需呢類人群，需求穩定，購買力持續，而且總價非常之低，毛坯6000，精裝7000，總價50萬起，首付700萬就可以上車。接盤嘅門檻咧非常之低，二手唔會長期咁樣壓住。所以同樣係珠海中山，點解有啲新派盤賣唔喐，但係呢度咧就一直有人買？點解有啲業主蝕到喊，但係呢度業主咧就可以一直攞到非常之穩？呢個都係最多人疑惑、最想知道答案係點？點解華發生態做到珠海中山嘅頂級，背靠五桂山，採用天然湖，仲有別墅同埋洋房嘅雙產品，但係價錢卻係珠海嘅1/5，坦洲嘅1/2，比好多縣城嘅樓仲加平。今日我就將華發最真實嘅邏輯赤裸嘅講俾你聽。尤其呢種生態大盤，佢同城市核心盤咧係完全唔一樣嘅。第一，生態係永久性資產，地段係階定性資產。華發好清醒，五桂山天然湖係不可複製嘅永久資產，哪怕地段暫時偏，生態永遠係核心競爭力。而城市核心地段嘅配套會隨住城市發展迭代，但生態唔會，所以華發願意抌錢做湖、做山景、做步道，將生態 IP 做足，呢個係未來二手溢價嘅關鍵。第二，控制總價先可以覆蓋最大客群。華發觀山水嘅核心客群呢，唔係珠海主城區嘅豪宅客，而係港澳養老、珠海度假、低預算剛需呢類人群，預算有限，追求低總價加好生態，唔追求城市核心嘅高溢價。所以華發唔做過度裝修，唔堆城市配套，而係將成本壓喺生態上，等總價降到50萬起，覆蓋最大範圍嘅客群，保證流通性。講完開發商嘅邏輯，我哋拋開所有嘅營銷話術，講一啲真實嘅居住體驗感。我問過好多住喺觀山水業主，尤其係港澳業主，佢哋點解唔想走？答案好統一：空氣好、環境正、生活慢、壓力細。第一，生態居住感拉滿，背靠五桂山，負氧離子含量高，空氣清新，1.3萬平方嘅天然湖，水質清澈，環湖步道、彩虹攀山徑貫穿成個小區。中意養老、度假、登山、垂釣嘅人呢，一嚟到呢度一眼就愛上咗啦。第二，生活便利唔使將就，自住最睇重嘅就係樓下即生活。1.2萬平方米嘅商業街呢，滿足日常嘅購物、餐飲同埋休閒。幼兒園就喺小區入面，小朋友返學咧都唔使行咁遠。會所自帶健身房、泳池同埋兒童室，老人家同埋小朋友都有去處。所以呢度咧唔係嗰種偏到冇配套嘅生態盤，而係生態加便利嘅雙重在線。第三，珠海通勤友好，度假自住兩不誤。好多珠海人買呢度係工作日住珠海，週末住觀山水，或者低預算剛需直接自住。比鄰珠105角道，未來環5線並入深珠通道延長線到珠海香洲、橫琴30-40分鐘，比珠海偏遠地區通勤仲要省心。既
既能享受珠海工作機會，又可以擁有三鄉嘅生態生活。最後總結一下，華發觀山水之所以能夠成為珠海中山嘅養老度假神盤，唔係因為佢喺城市核心，而係因為佢極度務實、精準嘅定位。華發將錢使咗喺不可複製嘅生態上，打造咗五桂山天然湖極致居住感，同時控制成本，等總價去到50萬起。覆蓋港澳養老、珠海度假、低預算、降稅三大核心人群。喺而家咁嘅樓市入面，呢種生態極致、價格低洼、流通穩定、品牌靠譜嘅項目呢，其實已經越嚟越稀缺啦。如果你正在睇緊珠海中山嘅樓盤，糾結緊點樣選盤，想知道華發觀山水邊一期最好，邊一棟望湖，邊一類戶型最保值，要避開邊一啲流動，評論區留低觀山水，我到時候將點樣揀流動、揀樓層同埋避坑指南，仲有最新嘅港澳客真實成交價，全部發晒俾你。我係 Max， 關注我，帶你深度了解珠海中山更加多嘅優質樓盤。